由台南市政府举办的“为我家乡故事”绘本的计划已经进入到第5年了。14间的国小做伙动起来，老师带领着囡仔关怀社区，透过采访家乡的人物，创造剧本，拍摄着纪录片，唔但互社区更加烧热，嘛互学生囡仔更加知影着爱食果子、拜树头。 宜兰会景作为主题，台南市中文国小师生做伙为这个绘本表现出家乡珍贵的人物风景。我们利用礼拜三下午，以社区有教室的概念，然后让小朋友到社区去采访这些故事。台南市推行家乡绘本的计划，当年有真侪国小参加，今年已经出版45本的绘本。囡仔透过拜访家乡的人物，了解在地风情，嘛互社区充满活力。 让我学到了将军在地的人事物，也让我知道了将军有这么多的厉害的人。为台北转去台南，正南会真成功的吴福顺老先生变成绘本的主角，看到囡仔是一个关怀伊出世的所在，心内感觉真安慰。那你在外面打拼，还是要回到原有的地方去做一个发展。 14间国小学生轮流上台，表演家乡精彩故事，将创作精神发挥伫上熟悉土地，是上界直接的传承甲回报。